李嘉誠今日透過律師入稟高等法院，控告周秀娜5個 YouTube 頻道及 Google， 指控內容涉及誹謗及騷擾。入稟文件同時附上一份聲明，開宗明義指出李嘉誠與周秀娜絕無任何關係，從不認識對方，亦從無意圖結識。聲明更明確表示，周秀娜是整宗失實傳聞的源頭，動機是為個人曝光及宣傳電影。事件源於2016年3月，當年周秀娜為宣傳電影與傳媒合作炮製雜誌封面故事，標題以搭上已婚超級富二代為焦點。報道出街後，公眾將該名富二代聯想為李嘉誠，傳聞隨即發酵成為娛樂頭條。事實上，李嘉誠當年已透過律師發出警告信，正式要求停止相關失實陳述。然而過去近10年，內地、香港以至其他華人社區的社交平台及 YouTube 頻道仍然持續流發明示或暗示李嘉誠為該富二代的內容，部分影片更將李嘉誠的家屬牽連其中，包括其妻子及父母，甚至憑空捏造從未發生的情節，令公眾以為其家人曾牽涉刑事罪行。李嘉誠多年來選擇沉默，他相信清者自清，不願將事件擴大，但事實證明沉默並未換來尊重，反而令失實言論愈演愈烈。事件在2025年6月再度升溫，周秀娜為宣傳7月新電影，喺6月份就接受一個 YouTube 頻道訪問，聲明指出她與主持人事先協調，在節目中刻意重提被包養及秘密產子的失實傳聞。訪問播出後，相關話題迅速成為網絡熱話，達到明顯的宣傳效果。聲明特別提到一個細節，當時正值李兆基先生出殯不久，李嘉誠仍身處喪父之痛之中，周秀娜選擇在此時重提一段從未發生過的傳聞。聲明以在傷口上撒鹽形容其行為。李嘉誠強調他從未就任何失實報道入稟控告他人，亦從未公開回應。他一直期望以沉默換取平靜，但換來的卻是持續10年的網絡欺凌，甚至連家人亦未能免。他坦言自己可以繼續忍受，但不能讓家人陪他承受這一切。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，他決定打破沉默，透過法律途徑討回公道。是次入稟除了控告周秀娜及5個 YouTube 頻道，更罕有地將 Google 列為被告。李嘉誠一方認為，相關平台多年來縱容失實及誹謗內容流傳，即使內容已明顯越過合理界線，平台方仍未有採有效制止措施。是次控告正是要透過法律釐清事實，同時向公眾傳達一個訊息：網絡並非無法之地，言論自由不應成為誹謗及欺凌的擋箭牌。聲明最後指出，李嘉誠由今日起將主動行使法律權利，不再退讓，不再沉默。他重申是次行動並非報復，而是要釐清事實，以正視聽，並以法律武器維護自己與家人的合法權益。整份聲明的立場清晰而堅定，10年冤屈，今日正式反擊。